YouTube。 Copy UR link。 Pin link。 Paste。 link 打开哈。奇怪。OK。顶回是看到倒一页呢？要记甲页数记起来。好，应该是伫遮了吼。顶一页看觅，顶一页，对，到遮吼。女人木学买新车，男人木学逼理鞋，男人气某无好买，女人晓翁无好地，无好地。晓翁，即个晓翁着爱小册字吼，晓翁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晓翁，大力大书店晓翁，声调可能因为伊无飘声调啦，所以我无甲伊确定声调是毋是就是晓吼。晓翁查看觅啊，看是毋是第一声。毋是。晓第二声。毋是第三声。一个仔试哈。毋是。第四声吼，学一个吼，第四声是加一后壁变 H。第四声就入声啦吼。无第五声就是声调唱悬叫晓，毋是。第六声就是第二声吼，共，所以一般无咧查第六声。第七声就是上低音晓翁，毋是。第八声第一声是哦，拄仔第一声有早过也无哩，晓第八声。是哦。对啊。我看觅。第一声晓翁无。台语敢有？若是高一字晓，
我嘛毋知，我拄则是查比对迄个汉字甲迄个声。汉字可能无介准啦吼。就是我想看觅吼，无就是安尼，先用翁来测看觅。这可能因为这吼，这因为伊是一个动词加一个受词吼。一般安尼袂当做一个词啦，安尼其实是一个动词加一个受词安尼，一般是安尼吼。会袂写做伙就对啦，中袂用hyphen连起来吼。但是嘛有吼，赢翁赢不就是安尼即种写法吼。我看觅。分翁无，招赛招，我用高一个翁头前囥我卡吼，用星号去找，无呢。后翁、前翁、晓翁。完全无即个词啊！我搁看觅吼，伊即个写法，鱼仔有着晓翁啊，女人晓翁无好地吼，意思是，奥多米克比掠。马自罗甲瓦瑞，看无？晓翁若无用星号测看觅好，稍等下。星号 H 开头的字无，根本就无即字。所以就是我若用晓 ，IAU， 后壁囥我卡，晓济倒人济，晓找，就是晓来晓去找物件，晓兴，晓险，晓息。枭雄、枭炳、枭虎，无枭翁啦吼。好，歹势吼，词典无我就无法度吼。好，咱继续看后一页啦吼。我甲一页 copy image address。paste 页面35页，好，咱即马读的是伊只有写吼，就是用人物的名吼，就是词材用人物啦吼。像这我足喜欢即条，三国名将赵子龙，长条勇将有志强，咱说心肝无意爱，兄哥毋敢娘参详吼。头前接应但是看到查某囡仔无对伊无兴趣，就毋敢吼，就揪转伊啊吼。这写得足好诶。歹势，伊试着。好，过来后一页。相款人名吼，狄青去除真珠旗，万王用计要害伊。为娘挂掉险险死，挂掉今仔日学算第4遍吼，就是乱舞吼。为娘挂掉险险死，饭来袂食半汤匙吼。所以这拢是你若
思念，迄算对查某囡仔恋慕啦吼，即种形容，足侪种吼，就是饭来无食半汤，饭来未食半汤匙吼，饭食袂落啦吼，茶不思饭不想吼，就是即个意思。饭来要食，未食半汤匙吼。头前这是特，但是吼，即个可能有用典啦吼，就是典故，但是我无解释，所以我无法度解说这啦吼。特请去除真珠记吼。万王要用计要害伊吼，为娘挂掉险险死，饭来未食半汤匙吼。若有知的人则甲咱补充啦吼，我实在对这无解释吼。孔明用计在城顶，为公这是车道吼，因为这是城坎啊，改名这个音是气压车吼。为讲车道7,000丁吼，7,000丁对。我搁念吼，孔明用计在城顶，为讲车道7,000丁，亲娘的喙结咬变，结咬变哈。鸟翅靠鸟，加什么情？加进前。加进前，或者是加进前的款吼。为公是讲啥物人啊？孔明为言吗？毋是，歹势我毋知吼。为讲车道7,000丁吼。孔明用计在城顶，为讲车道7,000丁吼。亲娘的喙结咬变。鸟翅靠鸟加进前吼，就是即条是你讲算，我毋知是你讲查某囡仔，算，若敢若讲，譬如讲查某囡仔，讲譬如讲趁食查某啦，就是喙咬甲你，拢讲好听话啊，但是虚情假爱就对啦。我咧想是安尼啦吼。啊，当然我讲对讲趁食查某囡仔是一个譬如尔啦，毋是讲伊这应该是讲查某囡仔喙咬讲话啊，但是虚情假爱就对啦，甲你变就对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头前即个人名啊，搁即个用的即故事吼，就是用计嘛吼。两个人，一个是孔明，一个是为虾米人，我都无解清楚吼。为讲车道7,000丁吼，7,000丁就做法用的嘛吼。啊，孔明用计在城顶，就空写计嘛。所以拢是假就对啦吼，亲娘的喙结咬变吼，鸟翅靠鸟加进前。好，后一条，钦差熄经点电火，这啥物意思？钦差熄经，就是无毋对，我安尼读是对，熄经。钦差熄经点电火，电火点来较光月。想买娘想要娘厝来去找，也无天星也无月吼。我拢念漳州腔啦吼，伊是因为伊飘音是漳州腔啦吼。毋是歹势，毋是漳州，是泉州腔吼。钦差熄经点电火吼，电火点来较光月，想要娘厝来去找，也无天星也无月吼，这是泉州腔啦。我拄则读做漳州腔去啊。啊，你若阮老泉腔是钦差熄经点电火，电火点来较光月。
想要让厝来去找，也无天星，也无月，吼，这是阮的腔啦吼。即只无人名，伊意思是啥物呢？我毋知影啥物叫做色经点电荷吼。汉字安尼写我看无吼。电火点来较光个，即是知吼。想要让厝来去找，也无天星，也无月，就是想要去找即个少年的即个查某囡仔，但是无天星无月，暗摸摸就对啦，无方便啦。后一页36，即寡书拢足浅白的，所以我就无啥物查啦。吼，拄看无就无法度。迄色经我相信嘛，书店应该查无啦吼，查一下好啦。色经 ，SEK 是色第四声，经是 KENG 吼，第一声无嘛吼。声调嘛是应该是无毋对，照迄个汉字的声调是安尼，所以无对，无毋知色经是啥物意思。伊个有即日本有鬼说哦，鬼说讲即条是啥物呢？钦差幕式伝統を飛す。这真正是讲日本是这是铁枝路通大桥。毋是讲日本时代，是讲老兵团迄当阵，老兵团迄当阵就有电灯啊。我记我知影历史是，台湾的电力公司是日本时代设的呢。日本时代才有电灯呢，才有电呢。老兵团迄当阵哪会有？这可能写毋对吼。那有兴趣你当会去查看觅台湾电力历史看有无吼？1946年，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正式改组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即战后的代志啊，然后是战前拢台湾是算迄个荒岛就对啦，无电力公司的就对啦。所以吼，我实在是对即中华民国迄整个历史教育，或者是讲对台湾人迄种历史感的迄种扭曲吼，足反感吼。写台湾电力公司的历史，对1946年开始写起，就写讲电力株式会社，这当然是日本时代的嘛吼，改组做电力公司。看觅头前应该会讲吧。历史好 ，OK， 好，你写吼。歹势，我去试着。台湾电力1888，苏老鹰团伫台北创立兴市公司，委请丹麦的技师装迄个发电机啦吼，烧迄个，这是叫做啥？土炭啦吼，煤啦。OK， 这是台湾开始有电力、有发电机发电的开始啦吼。台湾电力公司正式营运是日本时代啦，才有啦吼。歹势，我毋知影即段啦吼，即段我真正毋知啦吼。我知影是日本时代，你看伊是1904年水力发电厂，这是敢若有开始发电，但是开始。算
有电力公司开始商业化营运，是日本时代成立迄个株式会社，电力公司株式会社吼。大正7年吼，明式元利郎官民合营方式，伫7月31号，1919年吼，这足好记诶吼。大正和中华民国诶迄个纪元拄啊好共一年吼，但是大正天皇登基迄年拄好是中华民国建国迄年吼，所以大正7年就是中华民国7年吼。当然我是无意义啦，咧讲中华民国唯一诶意义，就是因为你看到大正年无概念嘛，所以就只好用中华民国，互你有一点概念。但是实际上迄当是1919年啦，吼。应该是1918啦，这应该写毋对啦，吼。毋知是对是毋对啦，可能是大正8年啊，无就是1919年，吼。迄当阵是明式元利郎即个台湾总督吼，伊成立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吼，伫咧台北正式就开始咧卖电就对，所以迄当阵就开始伫台北开始就有电，有人开始就安电好啊，当时。毋是凊彩人有诶啦吼，若敢若电话相关，一开始拢是伫台北嘿。好，即个总督你若毋知，我即马甲你讲吼，你一定要记牢即个人诶名，因为即个总督伊待伫台湾吼，伊毋是死伫台湾，但是伊待伫台湾吼。伊是伫台湾总督诶任内死去，伊对台湾少有感情诶吼。所以我讲你所有诶总督名会当拢毋知拢袂记袂要紧，即个人诶名你绝对要知后面是元利郎。有兴趣再家己去现伊诶资料吼，去点即个维基百科就写足清楚吼。好，电力讲较远去啊吼，就是拄则吼。伊即遮讲诶是讲钦差当然是老兵团啦吼。讲迄当阵伊开始发电点灯吼，所以你看钦差熄经，我毋知即个熄经我也不是毋知啦吼，但是点电好点来较光个吼，想要让厝内去找也无天星也无过吼，所以迄当阵的时事啦，就是迄当阵的迄当阵发生的代志，人甲编做歌吼。好，后一条，这日文的部分我就让过吼。国姓兴兵拍台湾，国姓知啦吼，田成功啦吼，国姓爷。国姓兴兵拍台湾，经历大府内掌管吼。交盘5年无声款，心肝受了真毋愿。这是什么意思啊？国姓兴兵拍台湾，经历大府来掌管，这部分看无。经历大府来掌管，交盘5年无声款，5年月阿父母何もなくて复合吼，我查一下复合的日文什么意思？迄当阵，日本时代吼，台湾人因为迄当阵日文是主要伫台湾的主要教育的文理甲语言嘛吼，所以足侪迄种日文的词吼，台湾人就是安尼读的吼，伊无去读日文的复古，伊读复合吼，伊就用台语读复合安尼吼，复合是。accession 是进前的意思哟。监禁啦，监禁啦 ，accession， we couldn't find any matches for accession. Accession is the act of advancing into a position 的进前嘛，吼。Being elected class president is a kind of accession. 所以是，若敢若升官呢，就是讲你
你的位搁较悬一丝啦，安尼啦吼。accession， 那升官啦吼，所以复合，拄则是倒位啊？交盘5年复合，就无进步的意思啦吼。咱年末那确定，就是啥物都无吼。5年来拢无啥物进步吼，升官升了真毋愿。这是你讲，这个大夫是你讲郑成功吗？国姓兴兵拍台湾经，你大夫来掌管。因为伊日文版嘛是写大夫，我毋知伊到底是我查一下大夫。今仔日咧读历史啦吼。不好意思，我汉字拍毋着位去。9:57，哇，时间过诚紧吼。无大夫诶，我Google一下大夫诶。顺府是大夫。OK， 所以大夫是总督顺府。还是无确定吼，有可能伊是咧讲。当然有可能是咧讲国姓嘛，有可能咧讲大清嘛，有可能咧讲日本帝国啊，所以交盘5年无啥款，咱来查一下交盘吼。交盘 ，POANN 第5 交 KAU 第一声吼。POANN 第5声，交盘，交盘就是交际交陪，吼，这是列起仔话啦吼，这就莫学啦。交盘知就好啦吼。交盘，交际交陪。交盘伫遮吼，伊遮嘛是符合ズキ啊，但是含拄则迄个即个复古无共意思，无共音，复合拢是复合。所以即个复合是交盘的意思啦，就是拄则讲的，不是伫遮吼，ズキ啊，复合，交盘，交际吼。所以即个是我毋知影为虾米我查即个复合，伊的解说无交陪的意思，干那即个 accession， 我是毋是倒位 ？define exit define。accession accession the attainment of acquisition of a position，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OK， a new element， the formal acceptance of the treaty。The attainment of acquisition of a position of rank or power, typically that of monarch or president. The queen'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是继承哦。看一下中文翻译是安怎翻法？
为什么讲这个？电机、权力等等的协调动议加明，拢无迄个盘烂的意思啊吼，因为交盘伫遮看就是盘烂的意思吼，交盘我是讲汉文版的解说啦吼，交济交陪，你若查即个盘烂吼，盘烂。盘烂 ，N-O-A 第二声吼，就是交际的意思吼。所以盘烂是足常听着，我相信大家可能我拢捌听过吼。哦，即个人足会盘烂吼，是讲你去和伊盘烂者吼，就是即个意思吼，交陪交际吼，盘烂不知久吼，自细汉阮两个盘烂到即阵吼，这是第二意思，交际吼。OK， 所以交盘伫大理大字典交盘，就是有盘烂的意思吼。因为拄则你查交盘，就是讲交际交陪嘛吼。但是拄则因我伫日本找无即个交陪意思，我毋知。所以你看，伊意思讲，国姓兴兵拍台湾，今日大府来掌管。今仔日是即个总督啦，毋知是日本总督还是迄个大清的巡抚吼来掌管。交盘5年无啥款吼，交盘5年就5年的复合吼，就是盘烂5年啊啦，拢无啥物款吼，无进步吼，心肝想了真毋愿吼。这是你迄个啦，算你要怎讲？我搁甲 complain 的迄个台语的讲法讲袂记吼，嫌啦，算你嫌政府，嫌官府就对啦，嫌讲无进步啦，无建设啦，5年拢无啥物建设吼。好，咱继续看后一条吼。西仔来拍即台湾吼，百姓豪贼吼，百姓豪贼要征番，看见蓝色遮好款，甲搁活着死甘愿，甲搁活着死甘愿吼。甲搁活着死甘愿吼，好，西仔来拍即台湾，西仔是讲迄个法国人啦吼，当然毋是讲西仔是法国人，是西仔来拍台湾即段故事，即个典故是讲侵华战争吼，侵华战争的时阵，法国伊有拍台湾吼。我之前有找一幅图吼，我即满搁找一下，因为之前阮咧读教育公布的款吼，有讲到侵华战争的时阵，我着用迄图一看就知吼，你一看你就理解吼，迄图是倒位啊？临时查无，安尼就看这啦，差不多这嘛是会使啦吼。即张无解照全啦吼，因为伊顶头伊无位啊吼。侵华战争的时阵，就是有拍即个，除了拍中国大陆即甲位啊以外，伊有走来要拍台湾，伊有拍台湾本来是一开始分做2路吼，就是
鸡人甲淡水遮吼。我记得印象中是先拍鸡人，啊，后来拍袂过来，再搁拍淡水，印象无介深啊。啊是，你有看吼林调栋伊这遮来顾淡水吼，所以清华战争的是伫台湾遮法国是拍输的吼，法国是伫遮算败战，啊，到尾去平湖的时阵，伊迄大将伫遮死去吼，大将叫做啥名袂记啊？哦，高拔吼，死伫咧即个平湖遮吼，所以就清华战争就迄年伊死去了后，就清华战争就结束啊吼，就停用啊吼。啊，这伫台湾历史内底，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吼。你若讲较早，你伫历史，你伫学校拢无教了，毋是讲对这无教讲介济吼，表示这历史无及格啦吼。因为这是台湾足重要的大代志吼，迄当阵吼，因为伊当阵拍鸡人时，鸡人你嘛知离台北足近啊吼。伊若真正其实伊已经拍鸡人诶，主要是伊拍鸡人了后要拍另外过迄个山头，有一个炮台叫啥？我即满仔实在想袂起来吼。拍啥我年号有啊？好像一个物件想袂起来吼，就是拍迄个什物领，我袂记吼。伊拍袂过来。敢若是林调栋还是啥因顾伫遐拍袂过来，所以才去转去淡水。但是拍鸡人去占起来的时阵，台北人惊到要死嘛！台北人惊一个，逐个拢会选紧选啊吼。所以迄当阵足侪人，你叫做走西仔犯，有一个词叫走西仔犯吼，就是安尼来吼。即个词就是安尼来，走西仔犯。我看下遮有无？西仔犯，西仔犯 ，HOAN 第二声吼。无，找即个犯看有无？哦，走犯吼，走犯就是战乱的时阵去别个所在避难吼。啊，大家阁会记得日本时代，因为空袭，所以足侪人走去庄脚叫啥？我读到已经老去啊吼，我煞袂记个叫啥吼，苏开啦，歹势，迄是日本词吼，叫苏开吼。啊，这是走犯吼。啊，迄当就是法国人来拍嘛，西洋人嘛。啊，所以叫走西仔犯吼，就是安尼来吼。所以是无收即个词啦吼。我咧看有西仔犯无啦吼。啊，但是走犯吼 ，OK。啊，所以西仔来拍即台湾，当然讲的就是你讲法国来拍台湾吼。咱台湾毋是干若含法国拍过，含足侪国拍过吼。啊，当然是无共时代吼。你知影？之前有一出戏吼，啥物？毋是武侠，伫咧屏东遐一个，哦，迄含美国啊，哦，含美国剑哦，美国剑书哦，迄是咱南台湾的即个原住民含美国剑书吼。啊，阁有譬如讲，迄当阵江秋。毋是江秋啦，漳罗战争，台湾有漳罗战争，樟脑你知影吼？漳罗战争，伫台南遐含迄当阵我拄则讲的迄个我讲袂出名迄个战争，其中一个美国人有关系吼，叫做毕基林啦吼。但是西仔犯讲的是法国人拍台湾吼，所以外国人含台湾战争，毋是干若西仔，毋是干若即道侵华战争，但是人若讲西仔犯，还是讲这拢是你讲法国吼。西仔来拍即台湾百姓好济，要征番吼，就是大家齐心要含法国拍啦吼。当然无啦吼，一开始是台北人是惊到要死吼，走到碰见伊吼。迄是后来因为林调栋伊对伊带兵起来，甲即个鸡人，毋是甲啊，对啦，算甲鸡人即只
手条会甲固条诶吼，无互伊过迄个山头吼。啊，后来因走来拍淡水诶时阵，佫去拍输吼，互林条东因。所以林条东因为建即个军功伫咧清朝倒诶时阵，赏识袂少啊吼。台中林家就是安尼啊，当然因进前就因为是有建功啊啦吼。啊，伊即个清华战争了后，林条东因即个啥物，反正都赏识足侪啦。好，所以伊就是林条东这以后则情势就较稳定嘛，百姓豪泽要征番嘛吼。看见蓝色遮好款，甲哥活着死甘愿。头前这是我毋知这典故是啥物意思啦吼，后壁敢若练袂啥起来吼。好，后一条，今仔日学一寡台湾历史啦吼，我拄好知影我讲啦，毋知我就无法度。啊，讲袂清楚的歹势，你则家己去现资料吼。即马 Google 要现啥物资料拢有啦吼，袂介困难吼。好，过来，所以伊即只是，等下我看下，伊应该顶头讲这是过来是用，伊无讲。人有啦，即去搭起来，你看。所以我应该时代片影伊汉字是写时代片影，就是用史书啦，或者是讲用一寡历史上发生的代志来做引啦吼，起头做起头啊，后壁甲伊要唱的物件，伊所真正要表达的物件，甲带出来安尼吼。所以用轻车点点好啦吼，即种故事啦，毋是歹势哦，试毋对去。轻车点点好啦，国姓拍台湾啦吼，西仔反拍西仔来拍台湾啦吼，即种来甲即个故事甲即条歌印出来吼，做起头吼。过来是鸡人岭顶做烟屯吼，烟屯应该就是烟筒讲迄意思啦吼，做烟屯，等下查者吼。河尾港口添破船吼，应该是添吼，提添对。番仔烧台阮毋惊，钓台番头来赏阮。我放啊水伤大个，来无法度放球较水，奇怪。所以我着伫遐游来游去吼，真费气。结果煞调的。好，鸡人岭顶做烟屯吼，烟屯来查者烟屯。等下，我拄看一下。甲班反1842年发生的英清战争吼，叫做甲班反。这是英清啦吼，可能无一定是伫台湾啦吼。我是今仔看甲班反。好，查烟屯10:15。烟屯竟然无，为虾米无？烟屯对啊，敢是烟屯？烟屯啦吼，烟屯歹势吼，我讲毋对吼，毋是烟筒讲吼，烟屯是放烟火的悬台，叫做烟屯吼，放烟屯就是放烟火。烟屯
放烟火的悬台吼，烟墩墩墩伫倒尾也无看，遮吼放烟火的悬台吼。哦，伊即个烟火毋是迄个烟花的意思呢，毋是日语的烟花的意思。日语是叫做花火啦吼，花火啦，花火啦吼，花火。但是我看伊这毋是吼，是烟墩，是咧放龙烟吼，所以伊安尼写，这有一伫仔互人误解去吼。好，来转来遮看吼，规人岭顶做烟墩吼，就是做迄个烽火台啦吼。烽火台华语甲捌听烽火台，台语叫做烟墩啦吼。我今仔才学着吼，烟墩。啊，我记伫歹，我可能过两工啊，佫想袂起来吼。逐个少年囡仔较会记诶，拜托甲我记者吼。规人岭顶即个岭是啥物岭啊？哦，实在是足艰苦诶。我查一下吼。规人，歹势吼，我一直拢袂记甲芭比放迄个雷蒙片互伊吼，足歹势吼，我拢袂记诶。我毋知影为虾米，我著已经甲你设做 co-host 啊，伊著爱我搁放一道雷蒙片，毋知我嘛毋知为虾米。规人遮是啥物所在哦？伫遮吼，应该是伫即角位啊吼。因为伊徛伫即悬山顶，就会当看到即个规人港啊，所以应该差不多即角位啊。我若查无迄个地名。遮有一个磅空啊，较早迄个老兵团伊就是伫遮拍迄个磅空啊。所以后来迄个西川满有写一篇小说，就是咧讲伊咧拍即个磅空的即个故事。西球岭啦吼，歹势啦，我这名安尼我竟然咧想袂起来吼。西球岭有炮台，我拄则讲侵华战争的时阵，就是伫法国人拍袂过即角位啊嘛吼。OK， 西球岭有炮台吼，所以即个规人岭顶就是你讲西球岭啦吼，应该毋是别位啊吼。规人岭顶做烟墩，号码港口填破船吼，番仔烧台阮毋惊。当然，这是讲，就是讲相反对个西仔番啦吼，番仔烧台阮毋惊，着台番头来赏阮吼。迄当阵因拢拍赢嘛，会当摕番头会当来着赏阮嘛吼。我看觅即个日本过世部分无讲着侵华战争吼。即个有啦吼，即只你有看着无吼？拄则迄个西仔番来拍台湾，就是伊着讲是迄个法国嘛吼，日本叫做弗兰士吼，弗兰士吼。即只后壁伊着无讲是法国啊吼，但是应该嘛是啦，我认为这应该嘛是咧讲即个西仔番来拍台湾吼。10:20，宪兵出门戴红帽，镜头歹穿手举刀吼。若有歹人才来报，阮票逐山着免惊无。阮票逐山免惊无，意思是讲钱若山咧免惊无啦吼。
但是达山即种写法，我等下查者。爸比，你有啥物话要讲晓？歹势。哈，无啊。无吼，宪兵出门滴红无？这是当时的宪兵啊，清朝刀还是日本时代？镜头歹穿手举刀吼，镜头歹穿手举刀，然后歹人才来报，军票踏山免惊无？咱来看后一页伊安怎过说即句话吼。军踏山。南马山，军票那山，应该就是安尼意思。军票那山啦，吼，伊是写好米诺，乌萨兹莫拉瓦雷鲁，哟，有人看有无？想事啦，这应该是伊想事的类嘛。军票踏山免惊无吼？我查看有人安尼讲法吼，踏山。但是吼，这足歹查，因为我毋知影伊的声调是第几声吼，可能是声调拍毋对，你就找袂着吼。你若用汉字，可能要找着的机会足细，因为即种歌仔的内底的汉字吼，足侪加正字啊吼，就是照音来用尔，你无绝对查无，书典查无的吼。查台语，踏山，台汉文，无啦。声调，因为毋知安怎查就查袂着。踏山，无啦吼。到尾第八声，第八声，因为即种得足倒的即种音吼，叫做入声吼。伊敢若有两声尔，四声还是八声啦，所以是查袂起啦吼。我查者，无就无啊吼，你免错啊。第八声嘛是无啦吼，所以无踏山查无。10:24，会对敢有啥物问题？还是有要甲阮补充的吼，无一定问题啦吼。像叫遮你看报第二看遮济，敢有拄则有一寡词你敢知影？迄意思我实在是看无吼。啥物释经啦、踏山啦吼，即种即种词啊吼，实在是。就是要来有派人去报免惊无，奖赏给他，就是会有钱啊。对，意思是安尼啊，就是讲你若做你来甲我报啊，我着想事足大个安尼就对啦，甲你想，就是意思就是安尼。歹势我拄则袂记过说这几条歌意思哦。宪兵出门滴红无？镜头歹穿手举刀，歹穿就是把枪吼，大把枪啦。较做兵拢用知影个啥物叫大把枪哦，歹枪。若有歹人才来报吼，军票踏山免惊无吼。好，若无咱佫继续读一条咯，吼。内山土匪真酷刑，吼，即酷刑即个讲法应该知啦，吼。真酷刑就是做代志诚土匪啦，酷刑咱查者酷刑吼。
，khok 行 heng 第五声吼。哦，汉字安尼写，无讲面前字，我就讲食土匪就是安尼吼。伊即个人真酷刑吼，钱毋还也搁要拍人吼，哦，足歹就对了吼。无还钱无担金，搁要共拍吼。所以用台语来讲，酷刑就是讲即个人足土匪的吼。暴虐、坏霸吼、刑霸吼，就是即种。我看一下日本版有啥物。酷刑吼，差不多是这无啥物其他无加出来物件。内山土匪真酷刑吼，总督来后就太平，大家安稳免惊贼，啥人毋甘这温情吼。哦，这是你学了日本人哦，因为总督伊是日本总督啊吼。内山土匪真酷刑，总督来后就太平吼，大家安稳免惊贼，啥人毋甘这温情吼。好，27分搁来读一条。近来看见别项新，期期好用果是真，大家衣食有所靠，都由总督费心神吼。哦，这拢你学了日本总督呢？我真罕你，大概是吼，你战后吼即种物件无法度出现啊，因为战后会当出现的拢是嘛日本人的较侪啊。你学了日本人的，你战后要看到是足学的吼。近来看见别项新，期期好用果是真，大家衣食有所靠，都由总督费心神。讲到这，我想到一项代志。啥物物件？我即马实在想袂起来。我想袂起啥物代志吼，但是简单讲，就是讲，伫日本时代发生一项民变啦吼。啊，但是迄个民变，你若对台湾汉人的观点来看，哦，这是咧反日本吼，是甲俄罗吼。啊，但是我伫迄当阵，我敢若是伫教会公报，还是伫教会史内底看着，讲起即战事的时阵，是甲迄寡人当作土匪咧讲的吼，就是伊的观点是徛伫咧日本人的观点，你毋是徛日本人，徛伫咧官府的观点来看，讲即寡人是土匪吼。我已经袂记啥物代志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讲，所有关系着迄项历史事件的讨论，还是讲记载吼，你伫咧战后拢看着讲，哦，这是你反日本啊，但是其实伫迄当阵无一定是安尼看吼，是认为讲即寡人是你作乱的土匪就对啦。我毋知是毋是西来安事件吼，我袂记啊，可能是西来安事件。西来安就是大巴黎事件啦吼，应该是大巴黎事件。我记得我迄当阵伫咧，就是你看吼，伫咧战后看代志和迄当阵看代志可能是无共的眼光，或者是讲无共立场。战后了后，敢若有一种立场会当继续讲的，但是另外一种立场就去互消灭去啊，你就无法度通讲吼。譬如讲，你即马只看到连续即条、两条、第三条，总督来台50年，大家头伫看换天。你伫咧迄当阵，你伫咧战后，你绝对看袂着讲台湾人用即种你算你学了日本总督的方式来，即种问题你绝对看袂着啦吼。啊，当然毋是讲这物件无啊，伫遮，但是你看袂着吼。后期啊，我看后期啊。上镜未回人人念吼，就是讲总督上镜当然是转去东镜啦吼。只惊换起皇帝兵，只惊换起皇帝兵吼。
等下我看，伊讲的是清国的官，清国的官。迄当阵是叫做顺府啊，迄当阵毋是叫做总督啊，吼。好，伊只安尼过说，咱就安尼读嘛，吼。伊即只是讲大清的总督啦，吼。好，啊，所以是俄罗大清的总督，吼。内山土匪真酷刑，总督来后就太平，大家安稳免惊贼，请人毋敢结温情，吼。近来看见别项新，机器好用，果是真，大家衣食有所靠，都由总督费心神。我毋知影是毋是咧讲老兵团啊吼。那安尼看，就是咧讲老兵团吼。总督来台56年，大家头伫开换天。56年有可能就是咧讲老兵团吼，因为日本的总督时间拢无介长吼，要有56年可能足少的吼。好，32分啊！我本来想要看下日本总督的吼，现互大家看，但是时间超过啦吼，就莫阁看吼。好，总督来台56年，大家头伫开换天，上惊未回人念，只惊换去皇帝边吼，惊去，就是升官啊对啦，无要阁转来台湾啦吼。好，歹势吼，我拄则讲的。我家己扒家己的面啦吼，伊即只毋是咧讲日本啦吼。好，到遮，今仔日读到遮。爸比有啥物要补充无？今仔日无啥物学着啥物新词啦吼，拢是历史较侪。上历史课啊。上历史课啦吼，歹势啊，上历史课甲恁教毋对，歹势呢。但是，拄则上尾啊，重播有搭一个那个儿玉源太郎。OK。的资料。即二个源太郎是敢若是头一个总督啊，迄是足早以前的啊，150年，咱即本是1917年嘛吼，啊，所以是毋是？我相信毋是你讲迄个儿玉源太郎啊，因为儿玉源太郎其实根本就无来台湾上任啦吼。有来台湾无我毋知，但是伊伫台湾，就算有来伫台湾时间足少的啦吼，足短的啦，因为伊当阵去拍日俄战争，伊去含罗西亚战争，根本就无咧管袂着台湾吼。所以迄当阵伊主要是伊用的迄个民政总督叫做民政啥物大臣就对啦吼，叫做五岛新北后藤新平哦。伊主要是伊建设台湾建设足侪啦吼。伊有写嘛？你看伊有写吼，就是迄个重博吼，重博伊有写后壁迄个古都新北。但是即寡应该毋是你讲，咱爱承认啦吼，就是伊毋是你讲日本总督的，伊是你讲大清啦吼。歹势你讲。我是看芭比 post 的那个那个你们刚刚读的哦，然后他那边写夸胡写儿玉总督时代，所以我不晓得，那他指的这个总督是指儿玉总督吗？伫倒位有写儿玉总督时代？歹势我无看到呢。刚刚38页那个在左边左下角，他夸胡写儿玉总督时代。OK， 来我看嘛他说日本的善政，然后夸胡儿玉是总督时代，所以这个总督指的应该是儿玉总督的。歹讲呢，我毋知呢。OK， 所以这写是你讲儿玉总督吼。二月总督时代，吉养古父というように太平を謳歌しているのが，但是这是应该是你讲后壁还是讲头前啊？我毋知即段的
规则是你讲后壁还讲头前吼。啊，若是你讲后壁，安尼表示个后壁即页后壁即页讲即个清国人。啊，毋过这一看就知影讲，这是你讲即歌啊，这只。歹势，我实在日文无到迄个程度啦吼。今仔日带大家来读这，其实爱有一个日文较好的人，伊有法度人甲咱解说这啦吼。啊，咱实在是无到迄个程度吼。希望各位邀请迄日文较好的人来甲咱斗阵来读即本书啦吼，因为足趣味内底足侪物件是咱较早毋知嘛，咱无学着。后壁无啊嘛，所以咱先研究一下，嘿嘿，所以即只你看，即只是到底是你讲清国，福道7年、第10年，无讲啥物人哩。好啦，这有兴趣的人，麻烦你研究一下，再来甲咱补充啦吼。有可能是你讲日本总督嘛，有可能是你讲大清啦吼。反正就是你学落迄歌，咱从来毋捌认为讲伊搭伫学落的人就对啦。OK， 好。好，多谢关。好，安尼今仔日到遮吼，啊，感谢大家来斗阵来遮看即趣味的即台湾歌谣，学台湾历史吼。咱后回继续读，好，无客气，好，安尼到遮吼。祝大家今仔日过了平安顺遂，再会。